大家好啊，我馬同德啊。今日同大家講嘅咧就係關於一個咧曾經係紫禁城嘅不全嘅秘方嚟嘅。咁如今咧就喺呢個沙漠啦、免稅店啦同埋實驗室裏邊三重咁樣測試化驗嘅。咁啊令到咧日本、韓國人咧都為之瘋狂嘅。咁呢個咧就係片仔癀化妝品，一個咧就穿越咗500年嘅中國化妝出海史嘅。喺未講之前咧，請大家多啲關注我哋，點讚同埋咧發俾其他啲朋友知，你嘅支持係好緊要嘅。同埋我哋今日亦都好歡迎，如果有新聽嘅朋友。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係一個超精彩嘅中國品牌嘅出海故事，一隻叫做片仔癀化妝品。佢咧就不僅咧就係傳咗幾百年嘅宮廷秘方嘅智慧，更加咧就喺改革開放嘅潮流之中咧，就書寫咗一段從呢個國內咧走向國際商業嘅傳奇嘅。咁大家都知咧，港交會咧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嘅初期對外嘅貿易關鍵嘅窗口嚟嘅，見證咗好多計劃體制向市場導向嘅轉型嘅。咁呢個時代嘅背景之下咧，喺1986年咧，我偶然一次機會咧就認識咗呢個片仔癀化妝品公司。起初咧我就以為佢只係一家製藥嘅企業嚟嘅啫，根本都冇諗到咧，咁呢裏邊咧就藏住咗一啲護膚化妝嘅即係個寶藏。咁公司負責人咧就好熱情咁邀請我咧就去福建咧就係深入交流嘅。咁咧我就踏上咗我呢個片仔癀化妝品攜手開墾國際市場嘅奇妙旅程咧，成為佢哋當時喺香港嘅總代理。片仔癀化妝品咧可話你大有來頭嘅，佢核心成分咧又嚟到片仔癀源自呢個明朝嘅宮廷一啲御醫嘅秘方嚟嘅。咁佢有麝香啦，有牛黃啦、田七啦、蛇膽啦呢啲珍貴嘅藥材嘅組合嚟嘅。亦都被列為咧國家就係絕秘嘅配方。製造嗰個技藝咧更加係國家級嘅非文化質文化遺產嚟嘅。喺1980年咧個品牌創立，前身為咗漳州市化工品廠。1981年咧就推出咗首款嘅產品，叫做皇后牌片仔癀珍珠膏。直接咧就成為咗呢個經典之中嘅經典啦。佢個背靠咧福建片仔癀化妝品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咧漳州片仔癀製藥業嘅股份有限公司嘅控股子公司。仲有咧呢個國家級嘅高新科技企業，產品線咧亦都好豐富嘅。珍珠系列咧就主打呢個美白潔黃咧。雪肌潤白系列咧就專注咧就係淡斑嘅。靈芝又係呢個咧就純氧系列咧就係抗衰老就修護嘅。協豆科系列咧就係解決呢個痘痘嘅問題嘅。成立咗呢個片仔癀上海生物科技研發公司之後咧，頒布咗呢個中式成分健康美白白皮書嘅。將傳統嘅草木同埋現代嘅科技咧，就係好完美咁結合起嚟，成為咗一個品牌嘅代理咧。有優勢咧，亦都有挑戰嘅。優勢咧就在於低嘅風險創業咧，就唔需要投入大量嘅資金去搞生產啊、研發啊咁樣，仲能夠咧就借助品牌嘅知名度，但係亦都面臨依賴品牌嘅政策。市場咧畢竟咧都係競爭激烈嘅，利潤空間咧就受到限制嘅呢啲問題。想要成為一個品牌嘅代理啊，資金啊、渠道啊、呢個運營嘅能力啊、商業信譽啊，都缺一不可嘅。講翻呢個片仔癀化妝品我哋嘅出海之路咧，當時咧個品牌嘅知名度喺海外咧就不高嘅，認識嘅人咧亦都唔算多。我嘅第一步咧就係做個調查咧，就第一樣咧要提高佢嘅知名度咧。其中個方法咧，我就將佢嘅產品咧就介紹俾咗香港嘅免稅店。做咗好多功夫咧，先可以打入去嘅。免稅店咧就喺香港咧就係專係招呼賣俾外賓嘅。佢喺呢個香港國際機場咧個 DFS 旗下有個 Gala， 同埋咧新羅免稅店。市區咧亦有個DFS 嘅廣東道店，銅鑼灣嘅DFS 亦都係超級棒嘅銷售渠道嚟嘅。當時咧呢個 DFS 咧就係主要咧就係以日本遊客咧為呢個核心嘅目標嘅。佢哋都有設備呢個日語嘅響購咧，定製嘅日文嘅宣傳單張咧，效果咧就立竿見影嘅。冇想到咧呢個片仔癀化妝品咧喺免稅店咧一經推出咧就深受歡迎嘅。當然啦，當中咧以日本嘅遊客嘅購買量係最大嘅，其次咧就到韓國嘅遊客。因為我太太本身都係韓國人咧，當然咧亦都有好多韓國嘅旅行團嚟香港嘅。我順勢咧就將呢個產品咧就推到去旅行團嘅購物點嗰度。生意咧就喺90年代都同時火爆嘅。經過咧就喺免稅店咧2年咧，我就同免稅店嗰邊咧就係個客源個採部咧就係研究咗，就
響呢個1980年至1990年呢個咧係日本嘅經濟泡沫時期嚟嘅。咁啊，日本嘅遊客咧就係香港免稅店嘅消費主力軍嚟嘅。咁啊，佔咗呢個 DFS 嘅銷售額咧60% 以上嘅。咁啊，到1990年咧，台灣啊、東南亞嘅遊客都開始紛紛崛起啦。咁歐美嘅長途客咧，亦都成為高端嘅消費嘅補充。咁啊，喺1990年中期咧，咁我就嘗試咧就將呢個產品咧就去日本嗰度推售。咁啊，至於韓國啊、歐美市場咧，亦都係跟住嚟嗰幾年我一路都會去做噶啦。但係冇想到咧，就遇到有好大嘅困難同埋阻力嘅。咁因為咧，就國際嘅合規嘅門檻咧就非常之高嘅。咁啊，佢哋有好多時會有啲產品嘅話唔符合，即係嗰啲生物保護嘅方面。咁加上咧，就每一個地方咧都係保護佢本身嘅市場嘅。咁啊，至於呢個日本出海之旅，我下一期咧就會詳細咁同大家分享下噶啦。咁品牌出海其實個本質咧就係俾世界認識東方嘅智慧同埋科學咧，就表達達而生動嘅。咁啊，不過咧就去到1997年咧，就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咧，咁啊客源結構咧就發生巨大嘅改變啦。日本同韓國嘅遊客咧就銳減嘅，咁啊免稅店嘅競爭力咧就越嚟越激烈，因為好多地方佢哋都有開佢自己嘅免稅店，所以咧我哋到嗰一年咧，我哋都將香港同日本嘅總代理放棄咗啦，冇再繼續去做。咁啊，下一期再詳細同大家解釋一下。咁當呢個亞洲金融危機咧重創呢個免稅店咧，咁我哋咧就帶住呢個東方嘅智慧深入咧就極端嘅環境嘅，咁啊喺紫外線超強嘅20倍嘅騰格里沙漠裏邊咧，就用土豆咧就去進行咧就實驗嘅。咁啊證明咧片仔癀呢個雪肌系列咧，就抑制呢個黑嘅率咧就完全咧就贏咗呢個國際其他啲大品牌嘅。咁啊，但係片仔癀化妝品咧亦都冇停下嘅個腳步，雖然我哋冇再參與嘅。咁佢喺2014年咧就建立咗現代化嘅生產基地，咁啊引入咗德國啊同埋日本嘅先進設備。咁喺2017年咧就榮獲全國嘅化妝品行列嘅質量領軍企業嘅稱號。其實咧呢啲都係即係硬關關嘅事實嚟嘅。咁啊片仔癀化妝品咧不僅係一個護膚品咧，更加係中國嘅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嘅一次閃亮嘅名片嘅。如果你認為呢個品牌感覺有興趣咧，就歡迎咧就各位喺呢個評論區裏邊留言同埋討論。咁啊下一次再同大家傾咧咁啊好多謝大家記住咧關注我哋點讚咧，同埋咧就係發俾其他啲人聽咧。好啦，下一次見啦。